生涯規劃影片，讓孩子學會使用點餐機。第一步，為孩子設定任務。小榮，今日試下一個新任務好唔好呢？平時都係媽媽去排隊買嘢食，今日就由你做點餐小店長，用呢部點餐機幫我哋買午餐啦，好唔好啊？哦，好啊，但係我唔識撳喎。唔怕，媽媽會喺旁邊一步步教你㗎。記住，我哋有充裕嘅時間，慢慢嚟就得㗎啦。第二步，出發前先預習。家長喺出發前可以先陪同小朋友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預覽當日嘅菜單。咁樣做，除咗可以加快喺餐廳現場嘅點餐流程，仲可以俾小朋友減少接觸新事物嘅焦慮感覺。第三步，親身體驗。到達現場之後，我哋首先可以引導細路仔去到人流比較少嘅點餐機排隊。但如果現場人太多，亦都可以請孩子保持耐心等候。開始點餐之後，可以先根據當時嘅情況，俾小朋友選擇堂食或者外賣，又可以開始俾小朋友自己選擇食物。如果情況許可，可以等佢哋慢慢揀，以免出錯。如果小朋友認字方面有困難，亦都可以利用機上面唔同嘅圖示去引導佢哋做選擇。當小朋友揀完食物之後，家長可以提醒佢哋檢查下熒幕上面食物係咪已經齊晒，先至最後撳結賬同埋俾錢。最後要提醒小朋友記得攞返張單，同埋留意單據上面取餐嘅號碼。跟住再陪小朋友去留意出餐嘅熒幕，如果熒幕顯示咗收據上面嘅號碼，即係話餐點已經準備好啦，可以去攞啦。家長小貼士：第一，開始前先賦予孩子任務，能夠提升佢哋嘅參與感同埋責任感。第二，家長可趁機教導佢哋點樣根據身體嘅情況同埋喜好調整食物，例如少甜、少冰，培養健康嘅意識。第三，要俾孩子親自付款，無論係現金定係電子嘅方式，提佢哋記得要攞收據，能夠讓佢哋完整咁體驗交易嘅過程。同時要教導佢哋睇籌號，可以訓練佢哋對數字嘅敏感度同埋耐心等候嘅規矩。